约翰福音第18章，耶稣基督说，就甲伊的门徒出去，过去汲伦溪的迄边，伫遐有一区园，耶稣甲伊的门徒入去，出卖耶稣的犹大嘛在迄所在，因为耶稣甲伊的门徒常常伫遐聚集。所以犹大就带一队罗马兵，以及祭司长、甲法利赛派的人所派圣殿的警卫到遐，手拿亚钉、火把、甲武器。耶稣知伊所要拄着一切代志，就行进前对因讲：“恁在找什么人？”因应讲：“拿撒勒人耶稣。”耶稣讲：“我就是。”出卖耶稣的犹大嘛，甲因徛做伙。耶稣一个甲因讲：“我就是。”因就倒退，倒落去涂骹。耶稣搁一遍问因：“恁在找什么人？”因应讲：“拿撒勒人耶稣。”耶稣讲：“我已经甲恁讲，我就是。恁若是在找我，遮的人就放因去。”这个话是要应验以前讲的：“你所给我的人，一个都无灭亡。”西门彼得有带一支刀，就飞出来，对大祭司的罗卜扑落去，把伊正边的鱼仔射起来。迄个罗卜的名叫做马勒古。耶稣甲彼得讲：“刀收入手，爸所予我的苦杯，我减话当无啉。”后来，迄队罗马兵甲队长以及犹太人的警卫掠耶稣，甲伊绑起来，因先甲伊押去予安娜，因为安娜是迄年的大祭司该亚法的丈人。这个该亚法以前捌对犹太教当局建议讲，宁可予一个人替众人死是较好。西门彼得甲另外一个门徒缀耶稣去，迄个门徒甲大祭司有熟识，所以缀耶稣入去大祭司公馆的内面埕。毋久，彼得徛伫门口，甲大祭司熟识迄个门徒出来，甲过门的女婢讲一下，就带彼得入去。过门的女婢对彼得讲：“你嘛是迄个人的门徒吼？”伊讲：“我毋是，因为天气冷，遐个罗卜甲警卫烧火炭，徛伫烘烧，彼得嘛甲因做伙徛伫烘。”大祭司审问耶稣关系伊的门徒甲伊的教训的代志，耶稣应讲：“我拢公开对世间人讲话，我常常伫会堂甲伫犹太人聚集的圣殿内教示人。我毋捌秘密讲，你是安怎审问我？你去问捌听我讲话的人，看我对因讲什么，因知我所讲的。”耶稣讲了，徛伫边仔的一个警卫，甲伊扇喙皮，讲：“你敢呢应大祭司？”耶稣应伊讲：“我若讲毋对，你就指出错误；若讲对，是安怎甲我拍？”然后安娜将耶稣绑地，押去予大祭司该亚法。西门彼得要徛伫烘火，有人问伊：“你嘛是迄个人的门徒吼？”彼得毋认，讲：“我毋是。”大祭司的一个罗卜是鱼仔予彼得射起来，迄个人的亲情，对伊讲：“我有看到你甲伊伫园内。”彼得搁再毋认，迄时鸡随时啼。透早，犹太人的领袖将耶稣对该亚法遐押去总督府，因家己无入去，因为惊了目着拉绳，
煞袂当食搬过罪的晚餐，所以彼列多出来见因，问因讲：恁个这个人什么罪？因应讲：这个人若无做歹代志，阮袂甲伊交予你。彼列多甲因讲：恁家己去办，照恁的律法，甲伊审判。因对伊讲：我无权甲人判死刑。这是要应验耶稣前所讲的话，表示伊得要安怎死。彼列多佮入去总督府，叫耶稣来，问伊讲：你是犹太人的王是无？耶稣应讲：你安尼问我，是你家己的意思，还是听到别人甲你讲我的代志？彼列多讲：我检是犹太人，你本族的人甲祭司长将你交予我，你有做什么代志？耶稣应讲：我的国度毋是属这世间，我的国度若属这世间，我的部下会为我征战，免至到我受出卖予犹太人的领袖。其实我的国度毋是属这世间。彼列多就问伊讲：安尼你是王咯？耶稣应讲：你讲我是王，我也为着这个出世，为着这个来世间，是要为真理作证。属真理的人，拢会听我的声。彼列多问伊讲：什么是真理？讲煞，彼列多就搁出去外面对因讲：我查袂出伊有什么罪，恁有一个惯例，伊搬假罪，我就放一个犯人互恁。安尼，恁爱我放犹太人的王互恁无？因搁大声喊：毋是这个人，是巴拉巴。巴列巴是一个恐怖分子。